我係梁子佩啊，作為一個在職媽媽，每日湊仔、主持節目、做家務，每日咧真係攰到散㗎。不過咧，媽媽以外，有時咧我都有自己好想做嘅嘢㗎。一朝早起身就要應對唔同嘅挑戰，有唔同嘅嘢做。想做自己嘢，真係需要強壯嘅 body 同埋好多 energy 先得啊！媽咪，之前睇到調查顯示，近70%港人早餐營養攝取不足，可能有機會影響日常工作同埋生活。所以平時我自己好重視早餐，因為要有一個營養充足嘅早餐，我先可以有力量俾我面對之後全日嘅挑戰。平時我除咗會幫小朋友嘅早餐配搭牛奶之外，我自己都飲子母，補充每日早餐營養需要，令我更有活力啊！當知道子母有呢一個7天挑戰嘅時候咧，我梗係想一齊開始挑戰啦嚇！呢個星期咧，我要全部完成晒我 to do list 嘅7件事，希望由今日開始咧，令到自己繼續進步，同時幫我屋企人咧更加有活力。呢幾日連續每朝早餐都配子母，唔單止可以一次過補充鈣質同埋優質嘅蛋白質，另有更強健嘅骨骼同埋肌肉之餘，吸收足夠鈣質，仲可以幫我減低因鈣質攝取不足而產生嘅疲勞，令到個人冇咁攰㗎。加上足夠嘅蛋白質都可以幫到我有飽肚感，個人集中力都好啲，個人充滿活力，做嘢自然就更加好啦。同埋對小朋友成長同埋讀書有幫助㗎。而家真係 feel 到每日個人都好有活力，好精神，朝朝飲子母，營養夠晒數。終於做到晒我 to do list 嘅7樣嘢啦！我做到，你哋都做得到㗎。聽日開始輪到你挑戰啦！而家仲有機會贏到澳門5星級酒店住宿，連水上樂園嘅體驗添啊！上子母 Facebook 了解更多啦！